恩典25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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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信望愛，傳承信望愛，傳承信望愛，傳承信望愛。公福嘅戒賭事工已經踏入25週年，我哋不如睇下公福嘅信望愛戒賭復康計劃係點樣去幫助戒賭人士傳承信望愛啊！咁我係2019年9月9號上嚟公福嘅，當時嘅我呢，就係澳門賭錢賭咗10幾年，我所有可以輸嘅嘢都輸晒，加上當時我又失業，又爭一筆嘅巨債啦，所以我覺得自己真係走投無路，人生冇希望。我好想跳出呢個賭輸借還嘅循環，但係我又諗唔到方法。咁當時太太咧已經上咗嚟公福㗎啦，咁我就諗住，既然都冇乜希望，抱住姑且一試嘅心態上公福試下咯。喺課程入邊咧，我學習到原來我賭錢嘅問題咧，只係冰山一角最面嗰陣，冰山好大嘅部分冇處理到，立志要將上帝俾我嘅恩典同埋我戒賭嘅經歷，去帶祝福俾嗰啲仍然受賭博困擾嘅賭徒同埋佢哋嘅家人，去鼓勵佢哋，去支持佢哋，同佢哋同行。所以我知道除咗靠我自己嘅堅持咧，更加重要係靠住上帝嘅恩典。我有信心，我唔會再賭錢。未上公福之前，我對於丈夫不停咁賭博，我真係覺得無能為力。但係上咗去公福之後，我終於知道呢個問題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去面對。公福呢一個平台，我可以好自由咁去抒發我嘅情感。我覺得喺呢度我好舒服，公福就好似俾我一個家嘅感覺。每次我都會好期待星期5同埋我丈夫一齊上慶生會啦，上去鼓勵一班正在受賭博困擾嘅家人啊、賭徒，同佢哋一齊同行。賭博影響賭徒同家人嘅關係啦，佢哋咧被好多情緒困擾啦，例如無奈啦、焦慮啦、愧疚啦，甚至咧自責。所以作為輔導員，我要用基督嘅愛去陪伴佢哋，梳理佢哋呢啲咁嘅情緒，亦都咧鼓勵、關心、陪伴佢同行，以致佢哋有信心，以致咧佢有力量去走呢條戒賭路。中心提供全人嘅治療、戒賭課程同埋家人治療俾佢哋，希望咧佢哋能夠心心社靈、健康，甚至可以重建關係、重建自尊。當年創辦人潘仁志先生專程到加拿大修讀戒賭輔導課程，並引入12步嘅方法，編寫咗信望愛戒賭復康計劃。信望愛咧，其實都係用咗12步咧，嚟到係濃縮咗喺裏面嘅。信咧就係我哋要相信一位嘅神啦，望咧就係我哋要有個盼望，知道自己會改變啦。我哋會有個盼望，知道自己可以去幫助別人啦。我有愛心啦，喺上帝裏得到愛咧，以至到我可以嚟到係成為別人嘅幫助啦，亦都係傳揚呢一個福音嘅信息啦嚇。咁我諗呢啲信望愛係慢慢就成為咗公福嘅一個信望愛嘅一個課程。其實做12步就好有關聯啦。咁更加咧，因為我哋嘅中心咧，好強調咧就係一個嘅信仰啦，好強調群體啦，亦都好強調專業嘅。咁其實呢3樣嘢咧，能夠喺一個戒賭中心裏面結合，我諗係今日嘅正式。雖然香港有好多戒賭中心嘅成立啦，但係能夠係用真係完全根據呢3樣嘢去成立而去幫助賭徒嘅咧，其實我諗數埋都係好少嘅嚇。咁而公福因為第一間啦，我哋去探索咗好多實質嘅賭徒嘅佢哋嗰啲嘅困難啦。今日喺呢個世界裏邊陷去好多嘅引誘，令人不能自拔。公福呢25年裏邊，我哋努力嘅去幫助一啲佢哋願意從呢一個泥潭裏邊被救出嚟嘅一班人，讓佢哋能夠對抗呢一啲嘅誘惑。所以喺呢度呼籲更多嘅弟兄姊妹，你都係參與喺呢個行列裏邊，去支持呢一班願意戒賭嘅人，讓佢哋能夠重獲新生。恩典25載，傳承信望愛。恩典25載，傳承信望愛。的確，過去25年嘅裏面，上帝被擺喺公福戒賭中心，真係有好多嘅恩典。Hello， 大家好，我係陸東成啊，
好開心今日為功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拍攝佢哋25週年嘅紀念 MV， 希望大家大力支持佢哋嘅戒賭事工，恩典25載，傳承信望愛，耶！